Hello， 大家好，我係 Kiwi， 歡迎嚟到 Chat 真啲。長期以嚟咧，台灣地區都係將美國當做 true love 嚟睇㗎。2024年，台灣對美國嘅出口直接衝到咗1114億美金，佔咗佢全部出口總額嘅23.4%，堪稱係熱烈告白啊！咁喺過去嘅8年時間入邊咧，為咗討好美國，台灣地區狂購咗260幾億美金嘅軍火，仲要咧開放咗萊豬啊、美牛進口，而且咧仲要將台積電拱去火坑入邊。今年3月咧，台積電宣布追加1000億美金嘅投資啊，累計1650個億嘅美元，成為咗美國最大嘅外資項目。間生咧就將台積電變成咗美積電喎。呢一波賣嫁妝仲要送埋丫鬟嘅操作咧，堪稱史上最好嘅盤價啦。本身咧係真係想諗住換翻一啲關稅優惠嘅，點知咧美國反手32% 嘅對等關稅食住咗台灣啊，直接上演咗經濟殖民地養成記。我諗大家應該多少都有見到過話台美對等關稅第一階段談判順利咁樣嘅新聞㗎啦，但係咧我 check 咗半日，連張實錘相都冇喎。台灣行政院長仲要拍埋心口話㗎，5月份實傾到嘅。咁即係話咧，將下次一定當成咗口頭禪係嘛？咁呢一大輪嘅雜技灑落嚟咧，其實可以睇出美國根本就冇將台灣睇成自己有嘅喎。喺特朗普4月3號宣布咗加稅之後咧，賴清德變咗個鵪鶉咁匿埋咗成3日咁多啊！最後3日之後咧，答出咗一份叫做5項策略嘅嘢。認真睇完，哇！呢個咪就係投降書，大佬。一開場我就話我唔會報復美國關稅嘅，即係等於咧一上場就擺低把槍，我投降啦。美國見到都忍唔住笑啦。你呢個配合度仲絲滑過劇本都有嘅。為咗可以成為第一批被談判嘅對象咧，賴清德轉頭大手一揮，狂買美國嘅石油、天然氣、農產品同埋一啲天價軍火，夾硬咧將台灣民眾嘅血汗錢係咁塞俾美國。至於排除非關稅障礙同埋解決高科技出口咧，更加係將市場同埋科技呢兩個底牌攤晒出嚟俾人，主動咁樣送上咗豪華自助餐，就爭咧餵到去美國嘴邊噶啦。但係咧，美國嘅財政部長貝森特4月29號就表示啦，美國同埋印度啊、韓國啊、日本啊都係有談判進度噶喎。做咩冇提到台灣嘅？民進黨咧平時咪成日都話美台好兄弟好 brother 嚟噶嘛，結果咧俾美國一巴升到懵晒。喺呢一場風波之後，台灣民眾咧對於當局呢一種舐美國無下限嘅神操作，真係忍無可忍啦。國民黨主席就吐槽賴清德啦，啲談判好似談到過家家咁咧，啲網友就真係仲興咯。佢哋話你連台積電都送埋俾人啦，攞咩去同人談判啊？賴清德嘅社交賬號咧就嚟俾人鬧到要404啦，仲有人諷刺話你咁樣即係要將台灣白菜價賣晒出去嘅啫。呢邊咧就俾鬧到咁慘，嗰邊民進黨內部啊直接喺度開撕啊，就有立委咧吐槽談判團隊冇份量，仲要嗌蔡英文過嚟救場喎，哇！簡直就係賴清德嘅執政翻車現場啦。賴清德當局咧一門心思跪喺度領美國，結果等嚟嘅根本就唔係 true love， 而係美國割韭菜嘅大鐮刀嚟嘅咋。關稅危機咧，直接將台灣省咁樣攬大鼻式嘅經濟脆弱性顯現得一乾二淨啊！喺呢個大國博弈嘅啤牌台上邊，美國根本就冇當佢係隊友嚟嘅。其實台灣省就係一張隨手掉咗就掉嘅雜牌仔嚟嘅咋。如果台灣地區再咁懵成成落去咧，怕係最後俾人坑到底褲都冇得剩啊！與其咧做美國嘅冤大頭，不如翻轉頭認清下現實啦，攬住祖國大髀先係正途嚟噶。同大陸搞好下關係，加強下合作，台灣省嘅優勢先可以真正咁樣顯現出嚟噶嘛。好心咧就唔好再做俾人食住咗嘅小可憐啦。好，今日先傾到呢度，再見。